小試食商菜嘅新地標三黑鮮土菜館，人均20-30食地道嘅湘菜，掌開嘅師傅同廚師團隊都係地道嘅湖南人，每道菜都係嚟自湖南嘅味道，菜品都係現電現炒，新鮮冇預製。食湘菜點得剁椒魚頭呢？鮮同辣，口感融為一體。小炒黃牛肉作為湖南嘅經典菜式，黃牛肉快速翻炒，保持牛肉嘅鮮嫩，呢道菜真係好鬆飯。喺清遠食湖南嘅黃燜跑山雞都別有一番風味。猛火現炒嘅新鮮跑山雞，口感鮮嫩不柴，夠鑊氣。湘式臘蓮魚，煙燻嘅香氣加上辣嘅鹹香，呢道菜色香味俱全。三黑鮮特色蛋炒飯，師傅講呢個主食都係佢哋嘅招牌菜。呢間店最平菜品係9蚊，最貴只要48蚊，品種多達幾十個菜，平均價格都係10幾到20幾出頭。品控我個人認為做得都比較出眾，而且份量都係幾滿意嘅。菜品食到唔滿意可以直接退。呢個價格，呢個出品，呢個環境，中意食湘菜嘅你仲快啲過去食區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